喺每條影片開始之前，我哋先嚟教大家我哋嘅帳號關於啲咩啦。首先，呢個頻道係有60位訂閱者，叫做100個有趣嘅故事，入邊包括好多有趣嘢㗎，亦都歡迎大家訂閱、點讚同埋轉發。入邊有好多影片㗎，例如 Roblox RP 現正逃亡中、頻道考試第一期、Minecraft MTR 港島線 Part 1加將軍澳線、荃灣線同埋將軍澳線拍出嚟嘅 M Train。 呢啲影片通常都係包括地鐵同埋一啲搞笑嘢。另外冇顯示出嚟嘅，亦都係有2025年颱風韋拍嘅風暴消息。短影片亦都有好多㗎，例如天文、氣象或者係地鐵站呢啲，或者係嗰啲毛公仔愛情故事等等等等等等。講咗咁多，不如大家快啲訂閱點讚頻道啦！各位，我係陳小明，我今晚帶大家睇天氣。本港同華南天氣溫暖，最高氣溫大概24度，成為有紀錄以嚟最暖嘅元旦。本港最高氣溫大約22度，最低氣溫大約17度，由晴天轉為陰天。現時氣溫大約20度，相對濕度56%。我哋睇下未來嘅天氣啊！預計聽日最高氣溫大約22度，最低氣溫大約17度。展望未來有股東北季候風為香港帶來寒冷嘅天氣。我哋嚟睇下世界天氣啊！澳門明朗，深圳多雲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，上海、杭州落雨，南京多雲，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，大阪多雲，東京明朗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大風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雷暴，悉尼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落雪，羅馬大霧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落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